咩都唔使講，食海鮮嚟瑤平。講到嚟瑤平食海鮮，肯定要過嚟浙鏈啦。Let's go！ 浙鏈呢條村啊，整得幾鬼靚啊！哇，呢個咩魚啊？娃娃魚啊？兩大兩小還是？兩大一小，爭取兩大兩小。明年就有了。明年就有哈。找個鰻魚吧。酸梅蒸啊？你那皮皮蝦有膏的嗎？有啊。我這有膏的是吧？有膏的。可以可以，小孩子喜歡吃這個。膏蟹怎麼賣啊？140。還有什麼蟹啊？南瓜蟹，還有紅蟹。這紅蟹怎麼賣？蒸1斤90塊，蒸也可以，炒也可以。蒸吧蒸吧。这脸吃好嗎？哦好好。这脸吃比較好，108收100塊哈。哦可以可以。算了，收你60就好了。哦收60這個。再來個焗海參，那可以了。其他有什麼再加？瑤平這裡吃飯真的好，都有包廂的。哇上餸啦呢個大膏嘅瀨尿蝦，呢碟收我60蚊啊，抵唔抵？焗海參睇落靚哦，有海參有炸豬皮有蝦仁。整隻瀨尿蝦試下先，睇下咪有膏嘅。哇啲膏好香，真係瑤平啲海鮮夠靚啊！你睇下瀨尿蝦啲膏正到，好嚼啊又香喎嚼得。哇！上齊餸嚟嗰就寫今日瑤平海鮮大餐啊！蒸咗隻紅蟹花蟹啊，酸梅蒸鰻魚。呢隻紅蟹啲肉幾飽滿。點樣會覺得瑤平啲海鮮抵食呢？呢度食海鮮連我都可以點得上海參啊！白雪雪呢個係豬腳筋嚟嘅，呢個焗海參配飯一流。整個酸梅蒸鰻魚先啊！酸梅蒸就好潮汕啦，鰻魚嗰啲油脂啊夠豐富，好香。整多嚿先，呢個鰻魚靚嘢，啲肉係比較結實、比較脆嘅。鰻魚油脂豐富，但係會比較滯，所以攞酸梅咧中和下佢咧，啱啱好。咁大碟蟹兩隻一嚿水，抵唔抵？仲有啲蟹肉好飽滿啊！呢個紅蟹醬，咩都唔使搞，就咁清蒸，俾少少葱油落去，特別鮮甜。啲蟹肉睇落去正唔正？呢隻蟹攞嚟做蟹飯啊，都一流啊！肉蟹就平啲，冇膏，不過就好鮮甜。整住烏冬先啊，嗦晒兩隻蟹蟹油嗰啲鮮甜。個烏冬仲好食過啲蟹啊！呢度啲海鮮唔單止話好食抵食，老細人都唔錯，做朋友一流啊！送咗碟潮汕小食高燒芋頭拼番薯，我啊整嚿番薯啊，以形補形啊，好食啊！不過有啲甜啊，上面撒嗰啲芝麻好香。咩都唔使講，食海鮮嚟瑤平，瑤平浙鏈啊！我唔識讀嗰個粵語喎，浙鏈廣州話點講？反正呢邊嘅海鮮真係好新鮮，好抵食。最尾一共食咗240蚊，反正呢餐海鮮係越食越開心啊！其實我哋今日點呢幾個餸啊，加2個青菜，夠晒5、6個人食嘅，人均40蚊喺瑤平呢度食到咁新鮮嘅海鮮，有蟹有海參有鰻魚同埋有大膏嘅瀨尿蝦，你話抵唔抵食啊？仲知道瑤平邊度海鮮好食抵食？記得評論區同我講。再見，來不及我手。